大家好啊，我係阿紅。咁我身後呢個陽台睇出去呢，就係木馬湖嗰邊啦。我哋呢個小區呢，同木馬湖呢係隔一條馬路嘅，即係木馬湖嘅樓巴呢，翻到口岸嗰邊啊，蓮塘嗰邊啊，樓下就公交車站，相對比較方便啦。即係你同樣嘅配套，我哋都會享受得到嘅。即係你如果話係香港嗰邊往返過嚟呢邊呢，樓下就有樓巴啦，花千樹樓下。咁呢一套呢，就係花千樹嘅2房75平啊，咁而家擺價35萬。咁花千樹呢，其實前面呢一排呢嘅景觀係比較好嘅，即係睇木馬湖同樣嘅景觀呢，視野係冇遮擋嘅，舒適度就比較好啦。所以話我係比較建議嘅。最主要價錢佢唔貴，即係同樣嘅景呢，你花嘅錢呢，就係30萬出頭咁啦，就要搞掂啦。咁花千樹嘅優勢呢，其實我哋之前都拍咗唔少啦。咁最主要嘅就係地段嘅優勢。咁呢度去到萬達廣場呢，係800米嘅距離啊，即係我哋平時咧行路過去都係冇問題嘅。咁去到我哋益田嘅假日廣場嗰邊呢，係600零米嘅距離啦。所以話呢兩個綜合體，我哋平時咧都係可以行路過去嘅，相對係比較方便㗎。咁花千樹大門口出去呢，左手邊咧係有棟寫字樓嘅。咁右手邊咧，呢邊就係商業街，所以話花千樹喺呢邊行出去咧，佢係相對比較有人氣㗎，因為呢邊嘅住嘅人會比較多啲，舒適度會好啲嘅，即係起碼人氣會旺啲啦。咁花千樹佢樓下咧都係有超市同埋菜市場嘅，好多即係之前家庭定用房啊，中意過嚟呢一邊就係因為呢邊嘅人氣相對嚟講比較旺啊，即係生活便利啲，比較方便。咁好多同行啦，介紹樓盤周邊10分鐘左右嘅路程咧，大多數都係揸車10分鐘，同阿紅介紹嘅行路10分鐘咧係有區別嘅。咁好似花千樹呢個樓盤咧，佢真係所有嘅配套咧，你行路10分鐘可以搞掂嘅，所以呢種咧住起嚟相對舒適度會好啲啦。咁你先睇下佢嘅佈局啦，睇下呢一套適唔適合自己，可以對比下嘅。如果話有興趣嘅，記得私聊阿紅啦。呢一套咧係75平嘅，咁裝修其實相對做得比較 OK 㗎。之前咧係阿姨過嚟呢邊住嘅，咁而家就唔住啦，所以話想賣開佢。咁廚房可以睇到嘅比較乾淨衛生，之前阿姨係自己喺度整嘅，咁衛生已經係全部搞乾淨㗎啦。過嚟呢邊咧地板磚都可以睇到嘅，即係乾淨比較衛生，4人位嘅餐台啦，冰箱位咧擺喺左手邊。由呢度咧佢係用布冚住咗個沙發，電視機啊各方面都係好嘅。咁平時阿姨係一個人住㗎，所以話呢度整得比較好。陽台睇出去咧，呢邊係南向，太陽曬入嚟嘅。咁呢個景咧，前面睇出去咧就係木馬湖嗰邊啦。呢一套啱好就係超過前面嘅樓層啊，所以話前面睇出去咧視野係比較好嘅。今日太陽好大，藍天白雲，隔離咧就係木馬湖啦。前面咧就係大灣大道，啱好同木馬湖隔一條馬路。我哋轉翻睇下個廳。嗱，而家係冇開燈嘅狀態，採光通風都係非常好㗎。兩個房間咧都係擺咗1.5米嘅床。咁阿姨咧就冚住咗啲被單啊之類嘅，空調啊呢啲全部都有。因為呢個係家用嚟嘅，即係睇起身都比較乾淨衛生。嗱，衛生間呢個係得一個衛生間㗎。呢個咧就係南向嘅房間，空調啊、衣櫃啊、床啊都係1.5米嘅床。呢個比較簡單，2房，但係呢個2房咧就係完全係可以拎包入住嘅，唔需要話再整其他嘢啦。即係啲沙發啊、空調啊、由冰箱啊呢啲全部都係整好嘅。呢一套就比較簡單，2房，然後睇嘅就係木馬湖嗰邊，景觀都係比較好。呢一套咧最主要就係地段好，由裝修各方面都係比較 OK 嘅，由環境啦。由下面嘅配套交通，有興趣咧就要對比下呢一套啦。嗱，陽台睇出去咧，舒適度都係比較好噶。而家擺嘅係35萬，
如果話有興趣咧，私聊阿紅。